喜心飞到极意来此间。崔海棠正浪频频交加之际，邵玉坤带得来一个好消息，有报为是陆湘玉会得死于，因为陆湘玉个兄弟辣上海，据说做搿种船头生意，现在是一等一个大老板，故而，那么就规则爷囡两家头赶奔上海合家团圆。崔海棠是顾虑重重。啥体的确，搿张面孔真个难看。搿一种心情，一般个人会很难理解。但是最后，辣辣南五门前，崔海棠最终答应到上海去一趟吧。那么留下来就是吃饭。弟兄道理嘛，几乎日脚分帮头，哎呀，搿个闲话也几乎。电视机门前搿个水只要说得简单，该顶顶要紧个事。崔海棠随门到至上海，呐喊旁头陆湘玉，搿是顶要紧。邵玉坤胸部拉一在一起，哎呀，小事一桩，小事体做。啥体16年来陆湘玉，你也晓得辣罗达。李是辣浪顺德，拨了邮报饭，安静辣浪会面。李达里个兄弟也是上几户艺术分帮团，大家是因信受福。后来的报纸浪向看见消息，所以决定到上海去。上海是弹丸之地，晓得一点点。所以陆湘玉到上海登报纸，寻人启事，马上就几地帮团。那么你呢？你规则个，你拿出搿点动静，你到上海好你个样子，还是登报纸了啥个？一些就忙团，合家团圆，包在我的身上，你也包了你身。我崔海棠哪呢？你将信将疑，但是你不怕，为啥？因为有300块洋钿了啦，怕点啥呢？随手到至上海寻不着，我可以回转来的嘛。所以崔海棠现在是想得侪蛮好，整顿行李实在也没啥好整顿过来。上几户年数下来，所有自家好的衣裳料足，侪改拨了囡恩。崔海棠作业也是一家一单，只有2件上衫，而且搿上衫啊，日脚上子，搿上头啊，侪煮脱了、养脱，侪是后来。通光是一只箱子，我隔壁邻居打过招呼，问招过来。邵玉坤随送杨囡到啥地方？合肥火车站上车子。崔海棠再三相邀，这师兄啊，你就跟我一道到上海去吧。邵玉坤说不来，为啥？为此那个事体，我是喋喋微微，我这辈子一样亲自讲了出来。做人要有信用。实际上等到搿边合同期满，我一定赶到上海。搿个辰光，四弟兄2个人永生永世，再不分开。人搭人算啥？现在是讲搿种闲话，其实等到千代上明，四弟兄2家团此非一别，乃是永别也。路浪向并无对过，当然搿辰光个车子非常精致，非常快，还要开1日1夜，从安徽到至上海。到个辰光下半日大概3点钟光景，出财团开着一部黄包车，在当天罗里个财房。价钿比较适中，结果寻着一个地方叫红星旅馆，2块洋钿1日天，杨头2人住进去。到这里向箱子放脱，崔海棠第一桩事体，就是要寻包茶。一打听搿辰光最有名气、影响最广的搿张报纸《申报》，那么辣辣汉口路浪向，阿拉寻得去，寻到闺蜜登一段寻人启事，像豆腐干这样一块。报纸浪向等1个礼拜也几乎同地，说出来是结棍的50块洋钿。50块洋钿是啥概念？搿崔海棠辣乡下头过日脚，搿个50块洋钿现在说起来，三个可以用脱个头2年啊！
啥个今朝到至上海啥个1块50块洋钿啊！所以3个年现在，于是我到外国去留学了，啥个到搿种欧洲了、美国了，每当用到里多个铜钿，你总归辣浪想，算辣浪端，搿个人民币折合人民币也要几花的。当然，两个富二代、官二代也无所谓的。崔海棠包子灯下，只知会惠州柴房。你没背听声音吗？走走吧。没爸爸，门拉开。哎，爸爸，哎，都做好了。全快进来，快进来。爸爸，坐一会儿，来喝水。爸爸，灯爆了，妈妈什么时候来呀？啊，那要明天了。哎呀，报纸要明天才登出来了。我一对改，哪是个美白激动我一夜天别想困得着。等到第二天一早么，吃好早饭，并不来着。爸爸，哎，你知道妈妈在做什么吗？不是，搿陆香玉辣做啥？我哪晓得？不知道啊。我知道。哦。妈妈在看报纸，在找。侬前几年辣想当然，葛么也应该呢，也搿个辰光就应该碰上。哦，对，再找。再找。哦，对，找到了吗？要找一会儿呢。对，要找一会儿。哎，找到了。找到了。找到怎么样？哎呀，不用说呀，妈妈一会儿推了独轮车，自个来接我们了。啊，侬别意思，也好得了，上海为摊子独轮车了的。啊，侬是前几年，你别急，我想这报纸啊，也不是马上就能看见，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马上就会来的啊。哎，爸爸，哎，有一件事儿。我老想问你来着，什么事呢？可我不敢问，怕您生气。啊，什么事？爸爸要生气呢？啊，真的？问什么？那我问了。哎，爸爸。你和妈妈是怎么认识的呀？哎呦，我崔海棠这个大面孔老像热了在眼里来。侬居然问起爷娘的恋爱史来着？那么崔海棠也会得怪侬的，啥体知儿莫是福。你晓得侬计划懂事体，搿个问闲话很懂政策，但是今朝哪会得冲口而出？前几年，其实侬乃是不晓得，我还让寻机会，我随时要想告诉你，那个娘是啥等样的人。因为留下来，崔海棠心里想明白了，留下来我当然侬不可能再有一个16年，但是你当你搿个娘有可能也相伴2个16年。我说美王啊，哎，这件事情呢，说起来呢，还是10多年前的事了。提起你的娘，那段情恩往事你不妨细细。崔海棠就是搿点开明，今朝我讲到爷娘的事体，你不但可以听，你还可以问，你还可以王家评论你的娘亲，从未好分账，这是家境清海不渝生。他与个兄弟被并母子，拿下一部妃嫔，与其风云，谁知这不他被骗了身。那个娘不是讲本我，那个娘是10杠上10杠头，把那个军阀骗得起。那么我哪会搭里认得
说起来还是缘分。那一日，为救师兄，与他初相识，只觉得同是天涯沦落人，只觉得相见恨晚，只觉得相见恨晚，是枉徒生。一段真情岁月，只见你的到来，我们惜分分。哪知晓你满月那天大河送天江，石岗长石岗短，所以有宝贝边浪向一个马屁叫姬兆勇，结果搞翻了牙，后来还是你侬拿牙搿张面孔回得手里，牙搿张面孔他会弄得这样样子，就是为搿桩事体。但是搿个姬兆勇也没好死，最后是把人拿鸡鸭里向杀脱。干爹杀人啦！搿个事体呢，外头呢不能讲。我知道不会说。后来随当那一娘分水，我是也不晓得里搭路搭气。那个辰光晓得一点点像血泡泡这样一个，我呢就碰到屋里。到今朝一年，伊杨侬两靠头现在坐辣盖搭，确实说来是真正像16年呀。那是风风雨雨，风雨同舟，凄凄清清，相依为命，是落成。你的娘亲本是有家亲，我隐瞒乡里，怕是被人亲。今日弟弟一定错，你的娘亲已是苦命人，你待我待他不能差一分。侬啊，我当然侬，虽然说起来让乡下头苦度光阴，你看屋里向穷，16年苦头吃足，但是不管哪样说，你爷侬两高头还可以讲闲话啊。你要是对妈妈，你有不敬之心，爸爸话可说在前面，那可是不依不饶。你不听杨老讲，也能够完全理解。搿弟只有16岁，大概的意思是懂个。娘，苦头吃足，两家没办法，不能够陪我，不能够看我长大，也担心我对娘不好。爸爸，您放心，虽然我之间的事情不是怎么懂，可我知道妈妈心里是有我们的，她是没有办法。您放心，我一定会对妈妈好的。我知道，我知道咱美宝是懂事闺女啊。爷侬两家头谈刚刚虽然让登陆相依，但是奇怪了，一日天，蛮快，加上眼睛一眨，3日天就这样过去。陆相依那行音信修复。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其实美宝呢用不上门，
崔海棠比内心好结结，但是牙你要长得煞无其事啊，大概是不巧，没看见报纸啊，没关系，怎么回事？咱这报纸要1个星期了嘛啊。哦，我说美宝，咱现在这样啊，待在这房间里也没啥意思，咱出去溜达溜达。不行，我得等呢，万一妈妈来怎么办？没关系，啊，你爸爸，这个出去一会儿，咱就回来，他会在这等我们，说不定，也说不定。你没听见这干爹说了，上海是弹丸之地，在马路上咱就遇见了，也说不定呢。崔海棠屁屁的。哎呦，那是没办当是真的是，一路吃来嘛，一路看。哎，爸爸，看，这边过来个女的，是不是我妈妈？哦哟，那个，啥体嘛，这个望上去个白云的有点像，但是最近一看，这张面孔不是呀。哎，爸，你瞧后面这个，这是看再过来的那个是不是我妈妈啊？用不着最近有叫一看，啥体这张面孔有点像，但是这个身材不对，这个身材是胖得不得了，庐山哪会得啥样子？不是的，肯定不是。不是的。哎，爸爸，那边又过来一个，那个再过来的。不是崔海棠让内卫人啥体嘛？追了马路上像独上让带女人让看，还有内卫人。哎呀，你是不是？不是你怎么说呢？是巧合，在马路上遇见，那是巧合嘛。那么现在上当在，书高听了不是俺吃个事体了吗？走吧。夜头两家头到至上海，你想，崔海棠虽然过去辰光是见过世面，一直让北京唱戏，皇城根下，当然见多识广。但是今朝踏进上海，踏到马路浪向，你也觉着眼，为啥高楼林立？搿辰光高楼当搭现在勿好比，但是高楼林立，快看发得了。马路浪向人哦，要几乎挥汗成雨，人多。哎哟，两个女的身浪向旗袍子漂亮，花头飞得一天似烫。崔海棠觉着眼啊，上海原来是这样的市面，怪不得上海晓得一点点叫大上海。杨侬两个人追看，样侪要看，叫啥追到一堂上花，搿场上花里看不懂，啥体？搿送上之后，搿个3个字，李家当然没问题，大世界。爸爸，为什么叫大世界呀？这奇怪，也不像卖什么东西啊。进出的人好多呢。是啊，贵，搿门当质量进去的人，哇，这个早市上让用进去，啥个地方讲？老听众才不晓得，搿个是1914年，有位企业家叫王初全，搿位先生辣搿个国子浪向开始这样一个东南亚当初辰光称之为第一流的游乐场。进去要买门票，还要记得一张2国洋钿一张票子，搿辰光2国洋钿不是现在的2国。那么今朝哪能到南吴出来白相嘛？总归好无心嘛。2国嘛，就2国，杨侬2个人乃为4国洋钿2张票子，赚上搿个人群啊！哇，不晓得进去啥个明道警察去管理，哇，进去了，不晓得嘎啦个过去，崔海棠看见门前有堂残花，必经之路。搿一个地方叫啥？一块侪是金子。崔海棠叫啥？搿张面孔灰着之后，你重复着金子。看见搿样么子，你飞起，啪，身体立定，面孔必白啊！搿没办大三路呀，欢喜再金子么天性，奔过来么？哎，爸爸，哎呀，爸爸你过来，快来瞧瞧！哎，爸爸，那镜子有什么好玩？哎呀，这个镜子不一样，哎，您瞧，里面不是我呢。是啊。真的不是你啊！您过来瞧瞧，我的头变了。好，看。爸爸，您看，什么？还是我吗？哎呀，哎，这是美宝。变了吧？哎呀，都不认识了。哎呀，爸爸你也变了。你看你这头这么长，都像个老寿星了。哎呀，好奇怪！这后面一定有机关了。我去看看。你一个车子对过来嘛，爸
爸，怎么样？没有机关，是没有机关了。和平常的镜子一样。看看差不多。是吗？就是啊。这好玩了。好玩极瞧。了。那边也去找找看。乖，崔台长，你要忘记他自家的年纪，早上去嘛，每块的他人伙就滑稽的，一块一块让谁要走来嘛。到后来是连自家打字都让谁都让走，不晓得只有到搿块镜子门的崔台长，搿块镜子拿不要过去。说的搿一块镜子里向是一只方大的面孔，我这个身体也缩脱了。这崔台长不晓得，三西追到该当，搿块镜子门是一照就眼头子，搿张面孔像有的面上大哦。再看里向搿个眼睛啊，哈头一张眼睛，细细吧，像面门搿能大一张，两条刀疤插不宽，插到了里向。崔台长搿种心酸哦。但是今朝里就收过之后啩，阿王松啊，搿张面孔总归难看，叮当叮了老笑。还有功夫林子，怎么爸爸这么难看的呢？爸爸，你别是看了，爸爸，你瞧，里面这么热闹，不知道在干什么呢？啊，进去瞧。崔海到耳朵里向也听见了，上天再往里向进去啊，奇怪了，只看见一间个房间，每一间房间现在说起来是这个门口啊，侪有块牌子。从这个房间里向会得传出来各式各样的乐器的声音、唱戏的声音，各式各样，所以让唱戏出声。那么里有点晓得，两个人一张票子，看上去该搭看戏是各式各样的戏，不要出动的话啊！我有今朝三个太大的比例，我说没办法，爸爸，你看出来了啊？这都是戏场子。哦，哎，门口有牌子呢。有牌子了啊！您瞧瞧，这申曲。申曲。爸爸，什么叫申曲啊？就是申报那个申。申报的那个申曲啊。哦。这个崔海堂谁是搿地方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也。我真不知道，大概是这个地方戏吧。哦，刘志远敲金。是刘志远敲金。哦，老戏了。那个角儿叫徐慧欣，可不对呀，咱们隔壁庄上那个烂鼻子老爷爷才叫徐慧欣呢。要西跨在徐慧欣的不断来投资，进去瞧瞧啊！哎，去瞧瞧。申曲那里向一口门，哟，台浪向一个中年男人，着只一件蓝黄黄颜色的长衫，弄只把扇子，因他为何唱的呢？夜来深深，只见大小八家无人在拉上浪。是飞身困了梦里向，只有冥币一往里口，月黑夜暗看感想。但只见一江天气刚靠过，等世人再考第二讲，人人西风刺日滚，飘飘大水从天降。富贵人大山的诗句，我留只有冰天雪呀四故乡。听上去理下来了，连平台豆腐做头上一搭胡头头去着。
我说美宝啊，爸爸，这个挺好听的神曲啊，挺好听的哦啊。，不过我一个字儿没听懂。一个字没听懂啊。我也是一个字没听懂。就是这样吧，咱们换一家吧。好的。唱是想说唱的有点味道，但是一个字也分听懂，可是糟蹋个错啊。夜头两个头一进出来，发现他刚刚踏出这个门档子，上头里在听见头顶浪响，刚才，将菜。哎呦，我说美宝，爸爸，上面好像是京戏唱的啊。是呢。要不要听啊？想啊。真想听啊。那上啊。哎，好的。哎呦，个妹妹子靠啊，当当当当，刀子头修上来，带上的一口嘛，哇！到底是京戏场子两样个，里向上的塌铺，侪是个人。爸爸，人好多啊！哎，奇怪了，台浪向有神像，有个白手手奶奶，手里向拿着把玉麦树。爸爸，这唱什么戏呀？水海上不是海外，利用不着看见这个台浪向啥个布景的道具啊，人物利用不着。那马步随着拉了，叫他听见里向路过家唱，叫他搭对唱，你谁晓得留下来该唱啥个戏？美宝啊，我知道你看过一本书，什么？《三国演义》看过啊？看过呀。里面有那么一段，司马懿大军压境，诸葛亮没辙。空城计。对，这个就是呀。对。哎呀，爸爸可真眼睛不好使啊！那个瞧瞧那边亮灯的地方，今儿扮诸葛亮的是谁呀？马连良。马啊！你说什么？写着呢，马连良。是马连良。这角儿好吗？马老板，哎呀，谁给让万夫人想着啥个两个样的，今朝不能老让给到天上马连良为了，真是马连良。写着呢，真的是吧？仔细瞧，马老板的戏呢，才是这个戏呢啊！仔细写着呢。好的。那么大家写的马连良四大随身之一，尤其马连良，哎呀，各种马相背到诸葛亮神称啥？神称我诸葛。台浪向玉手轻摇，望上去道过西风来个噻，我正在城楼。关山那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铃儿隆，谁当一听不对，这个是马八虎马连良哇！不是哪听得出是马八虎马连良？不是这个诸葛亮嘴巴里向了铃儿隆哪能会得出来的？实在不是这个马老板唱的太歪，这嘴巴里是这个情绪不好。一个情绪唱到这个辰光，你紧给加上梆铃儿隆，你要拉出来，你不拉么？马老板唱戏实在太认真了，嘴巴里铃儿隆会得出来。实在你今朝挂个一个情绪，说你整个冤枉之理了。啥天么今朝你上得特子，来这里个大世界你不能来得特子，啥五花八门个么子实在太多，诱惑个么子太多，一看么哟，今朝五香头么子在。而是炒的一是灵光喷香，味道肯定在，哪有五香头？谁了？你为5分洋钿买一包五香头，不晓得动地过去五香头碰到水浪向，袋里向10块洋钿，把那个12岁打弄的。那么来想，搿辰光10块洋钿不肉麻啊！所以拉近归拉近，我心里想老想搿个10块洋钿，西腔马老板老唱乱纷纷。对啊，老板你唱的是对，是对，大世界是留得一天世界，都马把五香都会得，可是你都来听见了，个老板嘴巴里向铃儿隆一来嘛，我记了，我毕业搿一场戏2块洋钿起头，2块洋钿起头还是小事体，作兴老板关啥？你回转去，现在讲起炒云啊，讲了，搿么哪？跟你说哪台浪向好少追上去啊，好少将功补过，是不是心里想一叫晃劲，妖精追上去，不晓得心里想一晃啊，唱戏你不能晃，一晃砰追上去，刚刚搿个哥们，搿唱京戏像花头妹头叫耳落，
把伊再上去昏脱个，比乱死个，当当里当当啦，你在当当当当当当，你呀当啦，你在当当当当。老板等来打招呼，我实在一把5箱头，我心里也会着当当里当当啦，你在当当当当。我现在将功补过，你看我结婚嘛，当当里当当啦，你在当当当当当，你当当啦，你在当当当当当，你当。这个老板来了，这个台当中啊。哟，搿张面孔直播我是我不是少天，搿场子里东京西个热几乎啊，所有眼睛侪闪过来发亮，侪让看呢。你马老板哪能留下来哪唱哦？搿个根本不得看呢哪唱。那么哪办？马老板到底跟人家马老板哟，啥等样的本事啊？是，对你妈妈我等一些我身上呢，你现在你快啊，你要弄到我那抬也不要抬，今朝还要试试看，我快最快。本事是的，上街不必泪双流，为丈夫眼来是从头，是担干柴米把豆，你在寒窑度春秋，守得住来将我收，守不住来你就把我丢。要西化个噻，这个戏唱到罗大去，唱到这个水平关给搭去个噻。但是台浪向到定心，再大个不是金家头个头长，再大个也不是这个挂头牌个，再大啥人，再大算是这个考过个朋友，这个考过朋友，另外一个名字叫啥呢？叫师哥，叫大佬，大佬。就所有的行当全部听你指挥，你再都记得。那么呢，西唱到这个问题老向，是吧？中国也布台现在实际布流动，那啥人来布？颜色杂划过去，所以幕布边浪向来了让这个司马懿来让关面清理出来，是吧？那么对你忙忙出来呢？假使讲眼啥天不出来啊？所以马先狠得了啊！一家头吃3家头，台海里向动地全部不能弄得起。现在呢，发出来嘛难，考虑出来，你有搿个权利，可以考虑出来。砰，故事拎起来嘛，边浪向所有家上哇，全部侪拎起来，考出来。讲搿来再现在，讲搿来再现在，一面浪靠搿眼睛张，说过去么说哪里出来呢？讲搿来再现在，讲搿来再现在，出来了，讲搿来再现在，讲搿来再现在，讲搿出来了。哎呦，什么一种呢？也是怪，这个玩意没法得噻，也没办法。也是怪这个西南唱法是不能按桌子上考出来，讲个来再现在，讲个来再现在，讲个来再现在，打到外头嘛。哎呀呀，向老夫上当的了，哇，我上当个在。这哪里是什么诸葛孔明？这分明是唐朝的水平贵，要细夸这司马懿认得唐朝辰光水平贵，还不要去管理，唱下去再说。闻得这水平贵骁勇异常，老夫真是他的对手。中山君与老夫退兵。是，刚过来再刚过来再刚过来再也想进去啊，不晓得心里想慌不过。追呀追到里向，左脚会得往着右脚浪向啪打上去，搿个人啪啷当一个翻进去啊！最后当了让下头看着，哎呀，马里良，你搿个本事，你哪推回到石岗一鸟？我还关照侬好好叫我在你哪，搿个不能再看了，快低头子侬哇，一劲奔出去，奔到门口头，最后当回不死心。看见门口头一块牌子，刚刚进来辰光太匆忙，对搿块牌子仔细一看嘛，也是马铃是马铃，但是马不是一匹马的马，是大马子的马。梨不是梨上的梨，是梨高商品的梨。一西花上海跟上海呢，马里良也有冒牌货啊！别去管理，等，夜侬两高头忙着下头让下来个辰光嘛，上头来就看见，哎，搿面哦，泥人了。搿只场子里向卡满哦，哟，像既然来到嘛，总归要看，哇，过来一看嘛，我说没办法，爸爸，这是绍兴文戏，哎，这有什么呀？不管什么，您瞧里面那么许多的观众，全是女的啊，对，都拿着手绢呢，对，奇怪了，断肠人，悲剧，您怎么知道？
墙都断了还不悲剧嘛？啊，差不多。啊，那去瞧瞧呗。唱的叫这个，我当然也不认识了，叫这个袁雪芬。哎，袁雪芬，进去瞧。好的。杨侬两家头搿位置在活络个呀，寻上位置嘛，杨侬两家头走进去，就要听听搿团上人哪桩事体。团上人哪桩事体嘛，我眼睛合起来盖，为着搿个书咯。那么好么，我得蛮认真，唱是蛮吃力，大概领啊种辅导领，我也没办法哦，书里向背一唱哦。月蒙蒙月三昏啊望，云烟云涨怒啊傍，冷清清怒定中坐，寒凄凄雨打碧素长。呼啸啸千根浪关崖坐，茶青青橘子去海呀塘，只听得风哩哩风凄凄，雨霏霏雨麻麻，地凛凛动物绿碧人，大浪浪天幕响叮当，多隆隆风起连鼓动，淅沥沥雨点当滚唱，叮当当何此钟声响，波咚咚歌声三楼上，多愁女犯了多愁病，多少人与相遇断肠搿个一曲唱下来是辣辣乐节个场子里向哦，不管是男个或者女个，乖乖手浪向个拳头啊，侪是已经烫烫的了，还要往这个白头浪向亲上去嘛。搿没办法呀，好个了，哪可惜的会得看这个中腔的，爸爸。爸爸吓死人了！他们都干嘛呀？悲剧了，这是悲剧了啊！都哭成这样。确实唱的有味，这是悲剧啊！可我也听不懂。这听不懂啊！可是我觉得很有味，很有味的啊！咱们走吧。说不定妈妈来了呢。对呀，说不定妈妈就在等我们呢。回去吧。杨侬两家头要进贵州去，那么路上阿拉浪采访里向要问着几首。